前幾日，香港公館，古天樂一連開咗2場演唱會，全場爆滿，半個娛樂圈嘅人都嚟撐場。林峰、楊千嬅、佘詩曼呢啲明星全部都現身，閃光燈閃到成個場地似日頭咁光。但冇人諗到，成場演唱會最炸嘅畫面，唔係古天樂唱咗邊首歌，亦都唔係邊位天王天后空降做嘉賓，反而係佢喺觀眾席入面穿過人群，直接行到一個粉頭髮嘅女人面前，主動伸出手，實實在在握住，好耐都冇放開。最後仲要係保安睇唔過眼，行過嚟先將佢嘅手輕輕分開。呢個粉頭髮嘅女人就係林淑欣，轉咗10幾年嘅緋聞女友，俾網友扒光無數次嘅古天樂背後嘅女人。而古天樂就喺幾千個觀眾、無數部手機鏡頭面前，做咗佢呢一世最高調嘅一件事。你話佢係唔小心，純粹巧合，定係佢終於唔想再隱藏落去？第一張呢一握到底代表啲乜？我哋先講翻晚到底發生咗啲乜事。公館演唱會第一日，古天樂喺台上面唱得好投入，台下觀眾亦都玩得好嗨。去到互動環節，古天樂落咗舞台，喺觀眾席入面穿梭，同歌迷握手、影相。呢個環節本來好普通，幾乎每個歌手都會做。但古天樂行下行下，突然轉咗方向。據知情人士透露，佢唔係隨便行去林淑欣身邊，反而係特意越過隔籬好幾個人，直奔住佢過去。林淑欣日住咗件黑色外套，頂住一頭好搶眼嘅粉色短髮，戴住棒球帽，打扮得好型。喺滿場觀眾入面，佢確實好突出，但呢種突出唔係粉絲瘋狂追星嘅感覺，反而係一種好放鬆、好自在嘅狀態。古天樂行到佢面前，伸出手，林淑欣亦都伸出手，兩個人就咁樣握住咗，然後就一直冇放開。據現場觀眾講，古天樂握住林淑欣嘅手，面上面帶住一種好少見嘅、好溫柔嘅笑容，唔係對粉絲嗰種禮貌性嘅笑，反而係一種，點講好呢？似見到自己屋企人嗰種放鬆嘅感覺。隔籬嘅觀眾開始起哄，有人拎手機影，有人大聲尖叫。但林淑欣嘅反應更加值得細味，佢一邊握住古天樂嘅手，另一邊仲係度揮熒光棒，面上面掛住笑，淡定到不得了。據知情人士透露，佢嗰個狀態完全唔似粉絲見到偶像，反而似一個太太睇住丈夫喺台上面表演，心入面好驕傲，但表面上半點波瀾都冇。最後仲要係保安行過嚟，先輕輕將古天樂嘅手分開。到咗第二日，8月22號，林淑欣又嚟咗，一連2日，同一個位置，同一種狀態。古天樂嘅經紀人 Lonnie 路過佢身邊嘅時候，仲主動同佢打招呼，呢種熟絡嘅程度，據知情人士講，就好似同自己屋企人講早晨咁自然。你話呢啲事正常嗎？一個經紀人對一個普通粉絲會熟絡成咁？第二張，佢到底係邊個？好多人第一次聽到林淑欣呢個名，可能一頭霧水。呢個人係邊個？唔急，我同你慢慢講清楚。林淑欣1980年代喺香港調景嶺出世，屋企環境好普通。據知情人士透露，佢細個就好有主見，性子仲好倔，14歲就出嚟做嘢，做過雜工，又做過模特，幾乎乜苦都食過。後來入咗娛樂圈，1999年參演山村老師，演一個俾鬼上身嘅少女，清純嘅樣子配恐怖片，反差感強到爆。當年好多觀眾都記住咗佢。之後又演過《街女》、《黑血》、《逆我者死》、《人肉玩具》等幾部電影，全部都係千禧年前後嘅港產片。但講句老實話，佢當時唔算攻。恐怖片呢個類型本來就比較冷門，加上佢入行時間唔長，2000年之後就慢慢淡出娛樂圈。據知情人士透露，佢後來轉行做珠寶設計，仲有參與行政管理嘅工作。
但最有意思嘅係，雖然佢退咗圈，同圈內嘅聯絡一直都冇斷。佢同草蜢成員賽一智嘅老婆周雪芳係好閨蜜，網上面仲可以見到唔少兩個人嘅合照。袁詠儀亦都曾經俾佢社交媒體嘅貼紙點過讚。一個退圈超過20年嘅人，仲可以同咁多港圈大咖保持聯絡，呢件事本身就講明佢從來都唔係圈外人，佢只係唔想站喺聚光燈底下啫。第3章，佢同佢到底點至嘅？關於古天樂同林淑欣點樣認識，網上面有好幾個版本。有一種講法係兩個人透過共同朋友介紹認識，時間大概係千禧年前後。嗰陣古天樂事業正處於上升期，由 TVB 小生轉型做電影演員，忙到腳都唔沾地。據知情人士透露，兩個人唔係因為拍夫而認識，反而係喺一次朋友聚會上面熟絡嘅。仲有一個更加浪漫嘅版本喺網上流傳。據講有一次拍完夫，一班人喺路邊檔食宵夜，古天樂一個人坐喺角落，將帽檐壓得好低。林淑欣拎住碗糖水行過去，純粹係因為嗰張仲有空位。兩個人由頭到尾都冇講幾句說話。後來落起雨，檔主手忙腳亂收帳篷，兩個人4隻手一齊撐住一塊就快跌下來嘅帆布。當然呢個版本到今日都冇得到當事人證實，只能當作一個據知情人士透露嘅傳聞聽下。但無論佢哋係點樣認識，有一件事係肯定嘅，由某個時間點開始，兩個人嘅生活軌跡就開始高度重疊。第4章，呢啲年佢哋一齊去過嘅城市。網友化身福爾摩斯，將林淑欣嘅社交媒體全部睇晒，結果發現一件好驚人嘅事。由2019年到2025年，古天樂同林淑欣好多次喺同一時間出現喺同一個城市：成都、倫敦、康城、越南。每一次古天樂有公開行程嘅地方，林淑欣嘅社交媒體上面就會出現類似嘅定位。更加誇張嘅係，古天樂住喺香港貝沙灣豪宅區，而林淑欣嘅社交媒體貝沙灣嘅打卡次數多到唔合理。古天樂喺曼谷開咗公司，林淑欣就頻繁飛去泰國，仲係貼紙入面將當地嘅豪宅叫做 Sweet Home BKK。Sweet Home 甜蜜嘅家。你話佢係去旅遊？同一個地方去咗咁多次，仲叫佢做甜蜜嘅家？據知情人士透露，林淑欣嘅社交賬號喺2026年4月俾網友爬出來之前，一直係半公開狀態，間中會發啲生活相，而入面有一條貼紙特別值得細味。果係一張春節家庭聚會嘅相，所有人嘅塊面都打咗馬賽克，配文淨係有6個字：最愛嘅都喺身邊。有眼力嘅網友發現，相入面一個著黑色 Polo 衫嘅男人，件衫嘅款式同古天樂曾經住過嘅幾乎一模一樣。當然，同款衫唔可以代表啲乜，但當所有線索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嘅時候，你好難說服自己呢啲只係巧合。第5章，呢個細路到底存唔存在？2026年4月，網上面突然熱爆，有人爆料話古天樂唔止隱婚，仲有咗個仔。消息一出，全網即刻熱鬧晒。更加勁爆嘅係，有網友聲稱喺倫敦一間私立學校門口影到一個身形神態同古天樂好似嘅男人接細路放學。相雖然好模糊，但時間線同古天樂嗰段時間冇公開行程嘅記錄完全吻合。港媒仲影到古天樂嘅媽媽同一個氣質成熟嘅女士喺商場一齊行，兩個人互動自然，睇落早就融入咗對方嘅家庭。據知情人士透露，古天樂近年喺倫敦同蘇格蘭都有買物業，外界估計係用嚟安置屋企人。而王晶上年直播嗰句睇似隨口講嘅說話，而家俾網友反覆拎出嚟討論。你點知佢冇揾對象？佢偷偷去美國結咗婚，你都唔知，係唔係？雖然王晶之後又補充咗一句拉斯維加斯嗰種結婚好唔穩定，隨時可以離婚，但呢句說話就似一粒種子，種咗喺所有人嘅心入面。
古天樂自己呢？面對鋪天蓋地嘅追問，佢淨係講咗一句說話：工作同宣傳嘅嘢，我會盡力做好佢，其他以外嘅雜音，一律唔回應，唔承認，亦都唔否認。入行30年，佢第一次喺感情問題上面，連闢謠都懶得做。第6章，古天樂嘅情史，由黃紀瑩到佢。要明白古天樂點解對感情嘅事咁諱莫如深，就要先睇下佢嘅過去。古天樂唯一公開承認過嘅女友就係黃紀瑩，兩個人1994年因為一齊拍夫認識，拍咗7年拖。嗰陣古天樂仲好後生，戀情係公開嘅，媒體亦都大大方方叫黃紀瑩做古天樂先生將來嘅老婆。但呢段感情最後都冇行到最後。分手之後，古天樂就再也冇公開承認過任何戀愛對象。之後就係同宣萱嘅古萱 CP， 兩個人因為《尋秦記》結緣，一齊合作過11部影視作品，7次飾演情侶，熒幕上面嘅默契深入民心。粉絲睇咗20幾年，年年催佢哋結婚，年年都失望。古天樂同宣萱好多次闢謠，話大家只係好似屋企人咁嘅好友。但公眾唔信，直到林淑欣呢個名俾人爬出來。2026年4月，當古天樂隱婚生仔嘅傳聞鋪滿全網嘅時候，最先崩潰嘅唔係古天樂，反而係一班古萱 CP 粉。佢哋唔可以接受自己嘅偶像早就有咗第2個人，於是佢哋將所有怒火都發洩喺林淑欣身上，鬧佢係小三，鬧佢破壞偶像嘅清白。仲有人揾到佢嘅住址同電話，林淑欣半句說話都冇回應，佢只係靜靜雞將社交賬號設成私密，然後將頭像換成一張精神健康熱線嘅截圖。呢張截圖就似一記無聲嘅耳光，打喺所有網暴嘅人嘅塊面上面。第7章，古天樂點解要選擇沉默？古天樂嘅沉默唔係第一次。入行30幾年，佢幾乎從來唔講自己嘅私生活。年輕嗰陣佢講過，另一半要接受同父母一齊住，自煮飯，自己中意溫柔啲嘅女仔。據知情人士透露，古天樂對家庭有好傳統嘅觀念，佢將屋企人睇得比任何嘢都重要，但亦都因為咁，佢先更加唔想將屋企人暴露喺聚光燈底下。佢太清楚呢個圈子有幾殘酷。佢自己細個嘅時候行過彎路，食過苦，由低谷一步一步行出嚟。佢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私生活俾人放大，會對身邊嘅人造成幾大嘅傷害。所以佢選擇沉默，用沉默去保護佢，保護細路，保護呢個家。但沉默都要付出代價。當沉默俾人解讀成默認，當唔回應變成唔回應就係承認。佢發現自己越唔出聲，外界嘅猜測就越瘋狂。而呢一次公館演唱會上面嘅呢一刻，可能係佢沉默咗10幾年之後第一次試住鬆一口氣。第8章，係官宣定係只係開始？翻去最開始嘅問題，古天樂係咪準備官宣？講句老實話，冇人可以俾到肯定嘅答案。一次握手唔可以代表所有嘢，但一連2日出現喺演唱會現場，經紀人主動打招呼，古天樂特意穿過人群去握手，好耐都唔放開。呢啲細節加埋一齊，已經遠遠超出咗普通朋友嘅關係。有網友講得好，如果古天樂真係公開結婚嘅消息，大家會俾佢送祝福嗎？答案當然會，佢都55歲啦。一個男人到咗知天命嘅年紀，有自己嘅家庭，有細路，呢啲有乜好遮遮掩掩？更加何況佢呢幾年捐咗135間學校，做咗咁多公益，演過咁多好電影，佢嘅價值從來都唔係靠單身人設撐起。但都有人擔心，一旦公開，細路點算？返學放學俾人圍住，出門去公園行下都似做賊，呢種生活係一個細路應該承受嘅嗎？據知情人士透露，古天樂呢啲年從來冇缺席過細路嘅重要時刻，幾乎幾忙都好，家長會一定會到。當然唔係以爸爸嘅身份，
反而戴住帽，將帽檐壓得好低，似一個普通家長咁坐喺角落。呢個大概就係佢可以俾呢個家最大嘅保護。因為到今日為止，古天樂冇官宣，林淑欣冇回應，冇任何一張結婚證、親子鑑定或者兩個人親密同康嘅相流出嚟。所有嘅線索都係網友自己拼湊出來，所有嘅實錘仲係停留在高度疑似嘅階段。但有一件事係肯定嘅，喺香港公館，古天樂做咗一件佢過去20年從來冇做過嘅事。佢喺幾千人面前握住咗一個女人嘅手，好耐都唔捨得放開。呢個動作本身可能比任何聲明都更加有力量。至於接下來會發生啲乜事，係官宣，係繼續沉默，定係好似過去10幾年咁，等時間慢慢俾大家答案？我哋而家仲唔知，但我哋可以肯定嘅係，呢個故事遠遠都未結束。而個粉頭髮嘅女人，個俾人網報到換頭像嘅女人，個喺演唱會上面淡定揮住熒光棒嘅女人，佢等呢一日，可能已經等咗好耐好耐。你覺得古天樂最後會選擇官宣嗎？